誒，首首先啦，好多謝謝雲泰教授，即係揾我嚟分享一啲我啲諗法啦。咁亦都好高興喺呢度見到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咁今日講嘅題目啦，其實係原來鄭教授想揾我講橋批啊，講關於呢部電影嘅，但我又未睇過部電影啦，我又唔識橋批啦。咁呢個係我開一門課叫做僑鄉研究嘅入面嘅一啲內容嚟嘅。咁因為呢一輪比較忙少少咯，所以都冇乜新嘅嘢出現。咁我主要咧就用僑刊啦，同埋一啲特刊啦嚟講下，即係誒喺出面嘅人啦，同喺家鄉嘅人啦，點樣去明白佢哋之間嘅一啲關係。咁一般嚟講啦，我哋講即係誒喺鄉下啲人啦，認為出面即係啲華僑對家鄉啲研究嘅貢獻啦，有啲咩咧？就一般嘅研究由1920年代陳達教授即係嘅研究開始啦，其實都係主要係講緊經濟啊、政治啊、文化啊、生活等等嘅一啲問題。咁喺呢啲問題入面咧，其實亦都牽涉到啦，就係究竟出去嘅人啦，為佢哋嘅家鄉啦、嘅經濟啊，或者一啲體驗嘅同時啦，究竟佢哋係強化咗一啲傳統啦，抑或係弱化咗一啲傳統？咁過去啲研究好多時候都係針對呢方面。嗯咁出咗去嘅人同家鄉嘅關係啦，嘅一啲互動關係啦，我哋可以由兩方面去睇。一方面就係由佢哋嘅出版嘅嘢啦，另外一方面就會由佢哋嘅一啲行動行為啦，去明白佢。咁出版嘅嘢啦，就好似我哋頭先喺出面睇到好多嘅誒僑批而家出版咗出版咗好多呢方面嘅嘢，但係其實僑批呢啲咧可以講係話私人嘅一啲家書啊等等嘅嘢啦。咁另外咧就係、我今日會針對嘅咧就係一啲喺僑鄉入面出版嘅嘢啦，同埋喺我主要用新加坡嘅潮州會館作為一個例子啦，去出版嘅刊物啦，睇下佢哋同喺鄉下鄉村嘅人點樣去理解出面，同埋喺出面嘅人點樣去理解鄉村咧？咁咁行動方面咧，我哋知道即係有好多嘅所謂尋根啊、聯宗啊，或者係呢個神嘅返祖廟啊等等嘅一啲行為啦。咁喺呢啲行為入面咧，其實咧我哋牽涉到啦，就係喺出面嘅人究竟點樣去理解？邊度係佢哋嘅家鄉嚇？咁喺呢度可能我哋冇時間開展呢個問題啦嚇。咁喺出版物方面咧，我想第一個用嘅咧就係呢一個1935年嘅台山華僑雜誌。咁台山我哋知道啦，就係開平碉樓，大家都知道啦，係世界文化遺產啦，係2007年嘅時候。咁佢哋喺30年代嘅時候咧，就出版咗呢啲咁嘅所謂華僑雜誌啦。咁呢個台山邊度咧？咁就我哋知道有四邑五邑嘅地方啦。咁台山係一個四邑或者五邑嘅其中一個縣啦。咁喺呢一個雜誌入面咧，我哋如果由佢哋嘅發行，即係去到邊啲地方咧，我哋就睇到好多，差唔多全世界都發行。1930年代咯，所以我哋知道咧，就係即係好多嘅台山嘅人啦，其實咧就係通過咗，即係尤其是19世紀以嚟嘅苦力貿易啦，因為礦山啦，因為種植園啦、橡膠園啦、起鐵路啦等等啦，就係好多嘅呢個台山嘅人啦，就去咗，其實全世界差唔多都有佢哋嘅。
咁當然呢個亦都同18世紀以嚟嘅全球嘅反奴隸運動係有關嘅，就係因為啦，就係佢哋認為即係誒，其實係一個世界思潮嚟，就係話即係應該要禁止奴隸啦。但係禁止奴隸嘅時候咧，又要開發橡膠園，又要起鐵路等等，你啲勞工喺邊度嚟咧？咁當時候就係最好嘅一個勞動力嘅來源啦，就係中國，尤其是華南地方啦，係所謂僑鄉嘅地方啦，所以好多台山人就去咗呢啲地方。咁我哋睇呢個僑康嘅內容係點咧？咁大概咧就係呢個係佢哋嘅目錄啦。佢睇到啦，就喺譬如呢一本1935年呢一本嘅僑康啦，112頁入面啦，有103頁嘅內容咧，係講緊僑鄉僑居地嘅一啲情況嘅嚇。咁尤其是係關於即係台山縣嘅一啲新聞啦，關於鄉下嘅一啲情報啦，關於鄉下嘅發生嗰啲即係所聞趣事等等呢啲咁嘅嘢嚇。咁譬如關於鄉里嘅消息啦，咁佢哋會講到就係喺台山入面嘅人口啦、學校啦、選舉啦呢啲咁嘅內容嚇。咁亦都會講到即係鄉下入面發生咗啲咩事嚇。咁譬如好似爭產，甚至即係偷嘢啊咁，都會喺呢條刊度講出嚟嘅嚇。咁亦都有關於呢啲華僑嘅消息啦，就係尤其是係關於移民嘅方法啦，關於佢哋僑居地嘅地方嘅新聞啦咁。咁呢個僑鄉入面咧，其實亦都有包括好似我哋僑批咁樣嘅內容嘅嘢，就包括一啲呢個人事通訊入面啦，就講話如果你寄錢翻鄉下啦，銀信啦喺台山嘅地方叫銀信啦，你可以通過一啲乜嘢嘅信局，乜嘢嘅點講咩嘅鋪頭嚟寄呢啲錢翻去啦，亦都有提到啦，就係嘅股份嘅問題啦，咁就係有啲咁嘅嘢，咁個內容其實有少少好似條批有啲內容都會講到呢啲咁嚇。咁就唔單止係台山嘅，開平亦都有出到呢、個華僑月刊啦。咁嘅內容咧，其實都係好相似嘅。第一就係好國際嘅，佢哋寄去嘅地方啦。咁亦都有好多關於家鄉啊，跟關於呢個鄉鄰嘅一啲新聞，關於譬如4邑嘅社會息相啊，呢、個八卦錄等等，即係呢。呢啲內容咧係可以幫到出咗去嘅人咧，點樣明白係家鄉一啲嘢，所以我哋可以睇就係話咧，出咗去嘅人咧，我哋點知道鄉下發生咗啲咩嘢咧？咁一方面當然佢可以通過一啲書信啦，去咁亦都可以通過一啲好具體嘅錢嘅來往啦，咁亦都可以通過一啲集體嘅刊物。譬如頭先講嘅僑刊啦，或者喺出面嘅會館嘅紀念刊啦，咁嚟講到即係呢啲鄉佢哋家鄉究竟係點？咁呢啲都比較係具體嘅，但係亦都係有一啲係譬如海外嘅華人文學啦，係出咗去嘅人點樣想像屋企發生咗咩嘢？咁我哋可以由呢兩方面去睇啦。嚇。咁我自己關心嘅問題係邊度咧？就係、出咗去嘅人，個人當然我哋好多通過呢個僑批，我哋可以而家係尤其係呢過去10幾年啦，僑批研究可以講係一個非常之點講熱門嘅一個研究課題啦。咁但係好大程度咧就係通過呢個人嘅書信點樣明白家庭啦，明白呢個宗族啦，明白社會啲問題。咁另外我有興趣嘅咧就係
個究竟集體嘅聯繫係點啦？啊，即係唔係個人嘅，我哋一個團體究竟係點啦？啊，當然譬如好似香港嘅潮州商會咁啊，咁就喺出面嘅人啦，究竟佢哋點樣將一啲故鄉嘅一啲信息啦帶到去佢哋住嘅地方啦？然後佢哋喺住嘅地方嗰度咧，點樣係因應佢哋住嘅地方嘅歷史文化，而去認識、想像佢哋嘅鄉下係點啦？咁喺呢度咧，我估我哋係有啲係好實際嘅嘢，有啲係諗想嘅。譬如我去潮州做研究之前咧，我認識潮州，我係潮州人，我係澄海人，可以講係。完全係想像，我唔知道鄉下係點樣啊！我可以由我阿嫲嗰邊去想像咁，但係咧我未喺度生活過啊，所以對好多喺出面即係出生長大嘅人嚟講啦，即係故鄉啦，好似係好實在，亦都係好疏離嘅嘢嚇。咁所以喺我哋去點去明白個鄉村嘅嘢，一方面當然可以通過我哋嘅家人、父母、祖父母去明白啦。咁亦都可以通過就係會館同埋會館出版嘅嘢咧，去明白即係故鄉係點啊。所以喺下面咧，我想用就係新加坡潮州會館嘅紀念刊啦，你去睇下究竟即係出面嘅人，如果佢想去明白、想去知道即係故鄉係點啦，咁我覺得我哋可以用一個即係我讀歷史啦，咁一個貫時性嘅一個比較啦，就可以去明白啦，究竟一個出面嘅公共團體，佢想俾佢哋嘅呢啲同鄉啲乜嘢嘅信息。而呢啲信息咧喺時間嘅發展入面咧，究竟有冇改變嚇？咁、新加坡潮州八一會館咧，係1929年啦就建立嘅。咁由1969年開始咧，佢哋每10年咧就出一個紀念刊嚇。咁我就嘗試比較呢紀念刊入面，佢點去講即係潮州嘅問題啦。咁點解用紀念刊呢？即係會館嘅紀念刊啦，係一個公眾嘅刊物嚟嘅，所以因為佢係印刷出嚟㗎嘛，所以咧佢入面所記錄嘅嘢啦，可以講話係呢個佢哋嘅會員嘅共同嘅認可之嘅前提下面啦，代表咗會館對過去嘅記憶啦，對佢當代即係嗰10年嘅一啲訴求啦，同埋對未來嘅憧憬嘅啊。咁我哋知道啦，即係無論係記憶啊、訴求或者憧憬啦，都係當代嘅嘢嚟，所以即係喺1969年講嘅嘢啦。唔係等於1979年嘅嘢，亦都唔係等於1989年嘅嘢，所以係一路一路變化嘅。所以如果我哋可以通過呢一種嘅比較啦，我哋就可以明白到啦，就係喺海外嘅團體，佢哋嘅所謂嘅集體記憶啦，係點樣喺一個大嘅環境嘅協調下面啦，係有啲咩變化嘅嚇。咁潮州八一會館、新加坡潮州八一會館嘅紀念刊啦，大概啦就即係佢哋出咗六次，咁大概每一本啦都係有200到300頁啦，咁內容咧就係包括咗一啲題詞、圖片、工商業廣告好重要啦，然後有啲佢會館嘅活動啊、屬會嘅介紹等等。即係呢啲咁嘅內容。咁喺下面咧，我就好快咁即係同大家睇睇，即係呢6本嘅紀念刊啦，究竟喺唔同嘅時候講緊啲咩嘢？咁呢個係佢哋最早出嘅1969年嘅紀念刊嚇。
喺1969年嘅紀念刊入面咧，咁就有差唔多300頁啦。咁佢哋就好強調喺紀念刊入面咧，就好強調就係源，即係佢哋係源自潮州嘅。咁入面咧就有會館嘅歷史嘅資料啦，亦都有關於潮州嘅介紹啦。潮州八一會館嘅分縣嘅一啲地圖啦，咁亦都有佢哋關於喺鄉下佢哋潮州入面做嘅一啲乜嘢嘅慈善嘅嘢。咁喺我哋知道新加坡喺1965年獨立啦，咁喺一個誒誒第一本嘅紀念刊入面啦，佢哋其實強調咗兩方面嘅嘢，一方面咧就係關心家鄉啦，所以佢哋有提到就係佢哋點喺過去40年啦，就捐錢就係修築堤防啦，籌賑就係俾祖國嘅難民啦，救濟鄉人啦。同時佢哋亦都有提到佢哋喺新加坡捐助新加坡國家嘅公益事業啦，喺馬來亞入面做嘅嘢啦。咁亦都有提到就係喺潮州佢哋做咗啲咩嘢嘅。咁喺呢度佢哋強調啦，就係佢哋出呢個紀念刊啦，佢哋要令到喺海外嘅鄉人知道潮州嘅變革，知其本源，所以咧佢哋係好強調源嘅。咁喺一個期刊入面咧，佢哋係咁多本期刊入面係列得最詳細，佢哋喺家鄉做過啲咩嘢，就包括啦，就喺呢個環球政治危機入面啦，我哋知道就係呢個戰爭開始之後啦，中國面對嘅政治啦、環境啦、經濟嘅困境，然後佢哋就籌款做咗幾多嘢，捐咗幾多錢，捐咗幾多米咁樣嚇。咁佢哋喺個40年嘅大事記入面咧，亦都提咗佢哋好多就係喺中國家鄉入面做過嘅一啲事，譬如佢哋會寫信去一個南京政府或者廣東政府入面啦，咁要求佢哋誒做啲咩嘢，譬如好似話即係對呢啲盜匪啦、盜賊啦咁嘅一啲做嘅嘢啦，或者係取消呢個翻中國嘅護照嘅要求啦，等等，就有好多關於一類嘅報導嘅。咁去到呢個戰後多咗嘅咧，就係關於呢個佢哋對潮汕人民嘅生活嘅一啲貢獻支付嘅嘢啊。咁呢個就係佢哋第一本出嘅紀念刊啊。第二本出嘅紀念刊咧就係1979年。1979年咧，我叫呢個時候咧係隔住同憧憬嘅時候，就係點咧？我哋知道咧，就係新加坡同中國嘅建交啦，係80年代之後先開始。咁我仲記得我太太新加坡人，我哋結婚嘅時候咧，1984年，佢第一次翻中國同我一齊啦。咁我哋去中山啦，佢係唔可以用佢嘅護照啦入境嘅啊。佢係即係另外俾一張紙佢啦，咁樣啊。獨立申請就係點講咧？因為如果佢蓋印喺個護照度啦，佢翻新加坡就有問題哦，啊。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哋知道啦，就係喺佢第二本出嘅特刊入面，個大嘅環境啦，就係即係我哋亦都知道中國發生咗咩事啦。呢個時候即係呢個到75年75、76年嘅時候，咁就所以呢個可以講話係一個隔絕嘅時候。但係咧，我哋睇呢個紀念刊咧，係可以講係咁多紀念刊入面啦，係講潮州嘅文章同圖片最多嘅一期。點解會咁樣咧？
就係因為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唔到啲嘢，我哋越想知道，所以呢個時候係因為隔絕，因為所以我哋好想俾我哋嘅喺新加坡嘅嘅潮州人知道，即係潮州係咩咧？咁樣，所以呢一個係一個我叫做價值同憧憬嘅一個特康嚟。到1989年嘅特康係點？89年啦，就係新加坡同中國已經建交啦，咁樣。喺一建交之後咧，反而我哋睇到啦，關於潮州嘅嘅圖片文章係好少嘅，而呢一期佢哋所強調嘅咧，就要係新加坡化。所以喺呢一期入面，關於潮州嘅咧，淨係得一篇文嘅啫。有其他嘅文章，但係都係新加坡嘅潮州人寫嘅嘢，但係就唔係關於潮州咁樣嚇。到1999年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一個好大嘅變化，即係由89到99年啦，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啦，咁中國同呢個新加坡建交啦，咁我哋見到有好大嘅變化。咁喺呢一期，我哋第一次見到啦，就有喺潮州嘅地方嘅官員嚟祝賀佢哋70週年嘅紀念嘅題詞啊。咁喺亦關於呢個家鄉嘅文章嘅相咧，亦都開始再增加。所以喺1999年嘅時候，可以講係一個再聯繫嘅時候啦。咁喺一個大嘅背景咧，後面咧我哋就知道啦，新加坡就喺李光耀嘅主動之下啦，就開始係中國啦，就即係有好多嘅經濟嘅建設啦。咁佢自己本身亦都即係嚟過中國，即係訪問過幾次啦，咁樣嚇。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再聯繫嘅一個時候嚟。到2009年嘅時候咧嘅出嘅特刊啦，強調嘅咧其實就係國際性，國際性。咁呢個背景咧，其實就許生一定知道嘅，就係同呢個國際潮團聯誼會嘅建立同埋擴張係好有關係。所以喺呢一期係強調緊咧，就係新加坡，我哋要喺新加坡生根，但係咧潮州人係要國際化嘅，所以一方面係生根，一方面係國際化。呢個生根一個咧係同新加坡政府嘅一個配合新加坡政府嘅一個語調嚟，就係話咧，我做少少宣傳，我將會有一本書咧，就係講新加坡嘅華人點樣去睇文化中國嘅問題。入面其實就係強調到，即係新加坡嘅國策其實就係講緊咧，我哋唔能夠否定我哋源自中國，但係咧根要在新加坡。所以咧，根同源係要分開。所以喺呢個2009年出嘅一份紀念刊入面咧，其實好強調咧，就係要扎根喺新加坡。雖然我哋嘅視野係要國際嚇，所以喺2009年嘅時候，紀念刊入面咧，其實係點睇故鄉嘅咧？入面就強調到就係原鄉嘅關係咧，係要嚟建立一個喺新加坡嘅身份嘅一個重要嘅工具嚟。所以潮州嘅文化身份咧，係建構一個跨越地域國界嘅潮人網絡嘅工具嚟。所以喺呢一年之後咧，就我見到啦，就係喺新加坡就係佢哋最先係有一個叫做潮州州啦。咁喺2014年嘅時候，佢哋就開始就係潮州節就係潮州節，咁就開始就係做呢。咁個問題就係咧，佢哋建立呢個潮州文化，用潮州文化咧去建立嘅咧，唔係一個中國嘅潮州嘅身份，而係喺新加坡嘅潮州人嘅身份。所以我哋大概可以睇到啦，就係由佢哋最先出嘅呢個特刊強調源自中國，
第二份特刊咧係好想念、好關懷故鄉。到1989年之後咧，強調新加坡化。99年啦，因為好多商業啊咁嘅契機啦，尋根活動啦亦都多咗啦，所以咧有個再聯繫嘅。2009年啦，我哋見到就係一個本土化同全球化嘅一個發展。到最新呢一本2019年一本出嚟啦，就係講緊咩咧？就係非遺同文化潮州嘅問題。所以喺呢一期入面係講咗好多啦，就係潮州嘅英歌舞啦、出花園啦、潮州嘅食品啦等等等等嘅嘢，就係話咧，在座有潮州人啊嘛，我想問一個問題：你哋有冇出花園？出過花園啊？你就有啊？你都有？嗯，冇，我冇。我有一個朋友啦，佢推動潮州文化，佢有同我講，佢話未出過花園咧，唔係潮州人嚟嘅，潮州人一定出過花園嘅咁。咁我喺南洋理工大學開一科啦，咁嗰科入面都有啲本地嘅潮州人。咁我舊年問佢哋嘅時候啦，大概啦6個潮州學生入面啦，冇一個出過花園。香港舊年嘅時候啦，開呢個暑期課嘅時候啦，有3個學生潮州人嚟嘅，一個大概包括我嘅助教係潮州人嚟嘅，佢應該40歲出頭到咯，佢係有出花園嘅。係，所以個問題咧就係話咧，所謂嘅文化。所謂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啲嘢啦，我哋而家好興嘅就係做緊一個標準化嘅嘢啦，所以咧就我因為我未出過花園啊嘛，所以咧有時都即係係咯，同我個朋友講，佢都好質疑究竟你係咪潮州人嚟㗎？你又唔識潮州話喎，咁又未出過花園喎，但係我好清楚啦，我嘅爸爸媽媽啦係潮州人嚟嘅。咁喺呢度，我想岔開一句咯。我哋講嘅潮州人嘅身份嘅嘢啦，我第一次攞我嘅回鄉證嘅時候啦，回鄉證要寫你籍貫噶嘛。咁當時候咧，咁就問我係籍貫邊度啦。咁我唔知喎，我好後生啊，好細。咁然後佢就話你屋企講咩話咁？我潮州話咯。然後跟住佢就幫我填咗咩咧？我就係汕頭人。然後我翻到屋企咧，我同我爸爸媽媽講啦，我媽媽就好咯，我咩汕頭人，我係澄海人。咁因為澄海同汕頭係有啲差別嘅咁樣。咁所以咧，我汕頭人嘅身份咧係一個點解一個法律嘅文件入面咧係講我係汕頭人，但係咧我爸爸媽媽我嘅血親嘅身份咧，就同我講我唔係。所以有時候呢啲咁嘅身份咧，係可以因為一個大嘅環境而令到我哋即係改變咗咁樣。咁非遺同文化潮州咧，其實後面我覺得都有啲咁嘅作用啦嚇。咁我哋點可以比較呢6本60年嘅大事記咧？咁可以咁講，就係喺1949年之前啦，就係因為政治，我哋睇到就係個經濟發展，然後就係海外嘅呢個新加坡嘅潮州會館就做咗好多救濟嘅工作啦。1980年代之後咧，再聯繫啦，開始，但係再聯繫啦，唔係一開始係政治嘅聯繫，一開始係文化嘅聯繫。所以咧，最先1982年就係一個新加坡嘅2間好大，即係好似潮州商會咁啦，就係怡安公司啊，咁就招待潮州去嘅潮劇團嘅訪問所以係由文化開始啦，先到個經濟嘅一個聯繫啦，然後到之後我哋見到就係80年代尾啦，就係政治開始啦，就有啲咁嘅關係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啦，就係
1929年到49年啦，新加坡嘅潮州會館同中國嘅關係啦，可以講係單向嘅，即係話由新加坡去到中國對祖國嘅一個關懷啦。咁所以佢哋對祖國啦，對地區潮州地區啦，做咗好多慈善嘅、政治嘅、經濟嘅一啲影響力啦。喺1949年之後到1982年呢段時候咧，大嘅環境發生咗啲咩嘢咧？就係49年新中國成立啦，65年新加坡獨立啦。咁喺新加坡獨立之前後咧，就新加坡發生過呢個種族暴動啦。然後跟住就係新加坡政府要做一個就係建立一個華族，即係同印度族、馬來族同呢個歐亞族平衡嘅一個華族嘅一個身份，所以佢哋所謂嘅四大支柱啦。所以因為要做呢樣嘢咧，所以佢哋要建立華人咧唔可以有方言，應該要有一個標準嘅共同嘅語言。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就推動一個華語啦，即係我哋叫普通話或者國語啦，然後就取締方言啦。咁所以喺一個大嘅環境之下咧，可以講係對中國對原鄉係一個隔絕嘅啊。咁新加坡華人就係面對好大嘅地區嘅族群、種族嘅同國家嘅挑戰、獨立同埋好混亂嘅時期咯，所以對祖籍地對鄉村其實係有一個好想像嘅，覺得佢哋嘅家鄉應該係點樣，所以喺一個憧憬嘅時候，到1982年開始啦，就係、中國開放、改革開放之後咧，就開始我哋見到咧，就係亦都係最先，亦都係一個單向嘅。但係呢個單向咧，就係由中國去到新加坡，所以開始就由文化嘅活動啦，到工商嘅活動，到官員嘅活動啦，喺呢個時候咧，就係單向咁去。喺91年之後，我哋見到啦，就係互動嘅情況就越嚟越多，所以由雙向去發展到多元嘅一個發展啦。咁喺新加坡嘅好多會館，亦都組織咗一啲潮州嘅家鄉旅行啦，去旅行啦。咁所以咧就原鄉就係由一個本來係曾經好實在嘅地方，變成一個好虛擬嘅、好好遙遠嘅地方。潮州不過係建立一個身份嘅地方用嚟做一個跨國嘅原鄉組織嘅一個工具。去到1991年之後咧，就多咗新加坡嘅潮州人就係翻鄉下，但係翻鄉下咧就係、我哋知道你去旅遊同佢生活好唔同噶嘛，係嘛？所以係睇到好多好好嘅建設嘅嘢咁就喺呢個時候，喺2010年開始啦，就我哋見到新加坡嘅潮州會館潮州人咧，就開始建立一個文化潮州嘅活動。咁喺呢個文化潮州嘅活動下面咧，就係強調嘅一個源自潮州、根在星洲嘅一個係同國家嘅語調好配合嘅一個推動嘅嘢啦。咁，但係呢一個文化潮州嘅推動咧，就唔係淨係潮州人嘅，福建人都做緊啲嘢客家人都做緊啲嘢，所以係，但係我哋就見到一個咁樣嘅發展啊，所以喺個紀念刊入面咧提到嘅呢個對家鄉嘅一個關係啦。咁我哋睇到就係喺海外嘅華人嘅社團，究竟佢哋關心嘅係啲咩嘢咧？我哋見到佢哋關心嘅嘢係咧係變緊，係變緊，即係49年前、49年後、80年前、80年後啦，係一路變緊。所以喺呢度咧，我哋可能需要問嘅咧就係，究竟呢啲喺外面
出生、長大、生活嘅人，究竟佢哋所講嘅故國故鄉係邊度啦？佢哋講嘅所謂本地究竟係邊度啦？佢哋所講嘅根源究竟係邊度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我哋考慮嘅根源嘅問題啦。咁喺呢一個考慮下面咧，我哋可能好快咁就係睇睇新加坡嘅潮州會館嘅一個發展嘅情況啊。呢個發展情況點樣去影響到佢哋嘅對佢哋嘅呢一個潮州人嘅身份嘅一啲問題啦。咁首先我哋去睇下啦，就係新加坡大概有50-60間嘅潮州嘅社團啦。咁有啲係即係縣屬嘅會館，有啲係同鄉會，有啲係即係聖事團體咁樣。咁大部分呢啲社團咧，就係喺一個40到69年之間成立嘅。咁大概60%係喺呢個時候成立嘅。而呢個時候咧，點解係呢個時候咧？就係呢個時候就係戰後移民去新加坡嘅人越嚟越多啦。咁同中國嘅直接嘅交往亦都比較困難啦。所以咧，華人係要融入個僑居地。咁亦都加上就係新加坡獨立之後個社會受到威脅啦。咁所以咧，華人嘅社會需要建立一啲團體嚟令到佢哋更有效咁生存。所以我哋就睇到就係呢一個時候啦，個華人嘅即係潮州人嘅社團係特別多嘅，特別多建立得特別多嘅啊。所以喺唔同程度之下啦，呢啲社團都用緊潮州話語言作為一個中心啦，嚟將佢哋就聯合起上嚟。喺呢一個潮州會館嘅紀念刊入面咧，佢哋好強調呢個紀念刊啦係潮州人講潮州話。不過呢個題外話，喺出面咧，潮州有啲係六邑啦，有啲係八邑啦，有啲係十屬啦，係即係睇下你究竟係用緊一個乜嘢嘅原理啦，嚟去將佢哋即係聯合起上嚟咯。咁有題外話啦，譬如呢個西貢提案嘅義安會館啦，義安會館啦，喺大概1901年度啦，咁有個碑啦，就講緊就係即係呢個。一個呢個義安會館究竟係即係建立咁嘅義安咩意思咧？咁潮州人嗰邊咧就講話哦，因為我哋係潮安，以前係潮安郡嘅，所以咧我哋就係用潮安會館。客家人嗰邊咧就話哦，因為咧我哋喺出面嚟嘅人，所以咧我哋以義為安，所以咧就客家同潮州係分開嘅。所以即係究竟點樣去結合用語言啦，抑或係用以前嗰個即係點講嗰個行政原理去將佢哋聯合起上嚟咧？其實冇好多地方都唔同。但係新加坡嘅潮州八一會館好強調啦，就係潮州要講潮州話啊。但我哋知道潮州話亦都可以好唔同啊嘛，係嘛？潮陽話同潮汕話、饒平就好唔同啦。咁然後喺新加坡，我哋亦都見到啦，佢哋喺1930年代啦，就係亦都建立咗一啲咁嘅跨地方嘅一啲聯合會嘅。譬如佢哋1934年啦，就同馬來亞就係成立咗一個即係潮州工會聯合會啦。1936年啦，就係同喺新加坡嘅廣肇之外嘅人咧，就組織咗一個廣東會館。所以就我哋睇到就係即係一方面佢哋係用潮州話嚟建立一個潮州會館，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就係跳出潮州話同呢個地方嘅唔同嘅中國人啦，就係建立一個關係嘅啊。咁同中國嘅關係又點咧？就係49年之前我哋提到就係
佢哋好強調啦，就係對家鄉嘅政治、經濟、文化嘅一個聯繫啦。然後就誒喺呢度可能我哋冇時間講商業嘅嘢啦，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啦，就係即係好多嘅佢哋喺49年之前一啲商鋪啦，用嘅人咧都係用翻識講潮州話咁。49到80年嘅時候啦，就即係我哋提過就係呢個本土化嘅問題，所以就係新加坡要建立一個種族、一個語言、一個宗教，所以就要建立一個華人嘅一個族群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係一個隔絕嘅時候。到80年代開始，我哋睇到啦，呢個其實香港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就係由香港嘅潮州總會開始啦，就辦咗一個就係國際潮團聯誼會啦，然後到而家為止就係每2年啦就會辦一個即係全球嘅呢個聯誼會嘅，明年會係新加坡啦所以許生應該會嚟咯，咁咁就鄭教授會唔會嚟啊？所以喺1999年開始啦，佢哋亦都即係建立咗，譬如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啊，咁佢哋亦都辦咗好多咁嘅跨地域嘅一個聯繫網絡啦，咁出版潮學研究啦，所以可以講話喺80年代之後啦，呢個潮州嘅社團啦，係好全球化嘅一個網絡嘅，係建立咗一個可以講跨地域嘅網絡嘅。咁我哋見到就係即係譬如潮青啊、潮籍博士聯誼會，好似福建人啊、客家人好似冇好似冇，就係潮州人先有。你知唔知佢確實數字我唔知道。呢個潮籍博士聯合會啦，喺新加坡有個分會。我舊年同佢哋見過一次面，喺香港有，喺香港有咁亦都有個國際潮學研究會啦，等等嘅嘢啦。咁我哋知道咧，最先呢個潮團聯誼會咧，其實就係香港、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就係4個地方啦，即係啲所謂嘅老僑鄉啦，咁開始嘅咁就喺香港設立呢個秘書處啦，就係香港啦。咁然後就係每2年，咁我嘗試睇每2年佢哋都有個宣言，話強調緊咩咧？就係喺90年代89年之前咧，係強調緊團結、合作、聯誼。但係咧89年之後到差唔多90年代尾嘅時候咧，係強調緊文化嘅。然後97年係第一次喺中國開嘅。咁97年之後咧，我哋就見到啦，就強調緊鄉誼啦，強調緊愛中華啦。所以我哋睇到，即使係咁樣嘅一個全球性嘅嘅組織入面啦，嗰個變化都係即係強調嘅嘢都喺度變化。點解咧？因為最先係啲香港、泰國、馬來亞、新加坡啲所謂老僑鄉，佢哋係出咗好早出去嘅人啦。咁佢哋希望就係即係建立一個聯繫嘅關係啦。喺80年代到90年代嘅時候，佢哋喺巴黎喺呢個美國開嘅啦。呢啲係二次移民，即係譬如去咗越南啊嗰啲潮州人，因為即係越南事件就去咗歐洲，去咗美國，就係佢哋組織咗呢啲咁嘅潮州嘅會館啦。所以佢哋係好強調用文化嚟結合大家嘅但係97年之後啦，喺中國開始就係多咗呢啲聯繫之後啦，即係愛我中華啦，係好重要所以我哋見到一個變化，就係由老僑居地到二次移民嘅
居地，都喺國內嘅即係僑居地，包括咗譬如嚟咗深圳嘅潮州人啊，去咗呢個湖南湖北嘅潮州人啊，咁佢哋都參加咗，所以可以講就係話，主要係2000年之後啦，係以中國做中心嘅建立嘅一個聯繫嘅網絡嘅，所以大概我哋可以咁講，就係90年代尾之後啦，因為中國嘅積極參加建立唔同嘅平台啦，所以呢個環球網絡咧，可以講係向中國傾斜咁樣啊。咁係組織咗好多嘢，即係我成日同一啲即係福建啊、客家啊、海南嘅朋友講咯，話哇，你應該要學下潮州人先，我哋非常之國際化嘅。啊，點解咧？因為我太太係福建人嚟嘅，所以咁所以喺向中國傾斜呢個嘅環球網絡之下咧，新加坡嘅潮州八一會館咧，其實都變緊嘅。咁我哋見到就係佢哋而家就係呢一個即係佢哋下面嘅所謂屬會啦。呢個變咧，首先我哋見到咧就係即係原來係由一啲咁嘅即係呢啲中鄉會館去即係參加呢個即係八一會館，去到而家有好多新嘅呢啲嘅組織啦，譬如好似新潮流啦。新嘅潮州人留喺新加坡嘅社團，所以佢哋叫新潮流咯。亦多咗呢個即係文化嘅組織啦，就係潮劇團啦。咁佢哋亦都做咗一個即係出花園嘅書啦。咁所以咧，出花園係佢哋係即係正式出版嘅一個書嚟嘅所以喺潮州人就全球化下入面咧，新加坡嘅潮州會館啦，潮州八一會館啦，其實佢哋亦都對應緊一種發展啦。喺90年代之後啦，係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呢個改變咧，由最先係由即係主要係即係出版一啲同潮州有關嘅書籍啊等等嘅嘢啦，去到就係開始就係、做潮劇啦，即係學潮劇啦，然後就係組織呢、個潮州州啦，然後就好強調翻潮州嘅家庭形象等等嘅嘢。去到2014年啦，就係、潮州節啦，就係、將潮州嘅文化形象啦，就係、一路擴大到成個新加坡都有。咁佢哋亦都用潮州嘅文化啦，就係參加新加坡嘅全國嘅一啲活動。咁我哋知道啦，新加坡同馬來亞而家申請嘅一個即係非遺嘅，就叫做千基，就係裝藝遊行。裝藝遊行就係即係好似香港啲巡遊啦，啊飄色巡遊啊等等，咁佢哋叫千機啦。咁喺千機入面咧，佢哋最近呢2年啦，都即係譬如潮州嘅英歌舞啦，英歌舞佢哋都有參加嘅。所以咧係我哋見到就尤其是喺80年代開始啦，就不斷咁建立一個潮州形象。而呢個潮州形象，佢哋嘅一個目的啦，係要喺新加坡建立一個潮州人嘅潮人嘅身份咁樣。而佢哋建立呢個潮人嘅身份咧，其實咧係好配合一個新加坡嘅國家嘅語言嘅。新加坡係一個多元種族嘅國家啦，所以咧佢哋強調嘅咧就係一個多元一體嘅華人族群。所以由最先嘅取締方言啦，其實去到2000年開始啦，其實係有一個慢慢嘅一個轉變嚇。咁所以喺90年代，因為呢個同中國嘅關係開始越嚟越切合，
即係磨合嘅時候啦，由文化到經濟到政治啦，開始有好多聯繫嘅時候，但係新加坡政府仲係一個好反方言嘅時候，所以喺呢個90年代可以講係潮州會館嘅發展同政府嘅語調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政府係反方言，但係因潮州八一會館因為呢個聯繫嘅再建立啦，又開始再強調翻方言嘅嘢啊，但係去到90年代開始啦，其實新加坡政府亦都開始覺得呢個地方即係呢個方言文化係好重要啊，所以開始亦因為90年代開始啦，喺新加坡開始有好多尋根活動翻嚟，所以新加坡政府係知道啊。咁我喺我本書應該好快出版嘅書啦，入面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喺一個1990，即係喺20世紀尾、21世紀初嘅時候啦，新加坡有一個運動就係叫做 Bukit Brown Cemetery，就係武吉志馬山嘅運動。新加坡政府遷拆墳墓啦，係好通常嘅嘢嚟。但係咧喺一個武吉志馬山嘅墳場，其實係都幾中心嘅地方。新加坡政府要拆去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就係保留呢一個墳場嘅一個運動。咁結果佢哋成功嘅，呢個成功當然有好多元素，其中一個元素咧就係一個文化遺產。但係對其實即係我自己有個睇法就係文化遺產對新加坡政府邊個重要咧？個城市發展重唔重要啦？但係喺呢個文化遺產後面咧，佢哋做咗一樣好重要嘅嘢，配合新加坡政府嘅好強調嘅語調嘅嘢，就係佢喺個發掘一個即係呢一個墳場嘅時候啦。佢哋又登記一啲墳墓，所以佢哋就發現咗好多祖先。啲祖先咧就包括李光耀嘅外祖父一家四個人嘅墳墓，包括咗潮州義安公司嘅創建人佘友俊嘅墳墓。所以咧就發現咗好多嘅新加坡嘅點講嘅 pioneer 嘅先賢嘅墳墓。所以因為發現咗好多祖先，所以咧，譬如佘友俊一家就開始再去即係組織姓佘嘅家人去祭祖啦等等。點就係因為呢啲活動，跟住咧，當然就係有呢個國際嘅加持啦。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俾咗一個身份佢哋，然後咧好似係北京中央電視台又拍咗一個紀錄片咁啊。咁所以喺呢啲嘅加持下面咧，新加坡政府咧就保留咗，唔使遷拆佢哋嘅。差唔多10萬個墳墓就保留咗落嚟。後面一個主要原因咧，因為佢哋發現咗好多祖先啊，所以配合新加坡政府嘅所謂源自中國、根在星洲嘅語調，就係話嗱，呢啲先賢係葬咗喺新加坡嘅，佢哋唔係送翻中國嘅喎，唔係送翻佢哋家鄉嘅，所以你哋源自中國係冇問題嘅，所以你哋文化源自潮州冇問題嘅，你哋要知道根在星洲。所以呢個係佢哋好強嘅一個語調啦。所以即係喺比較呢一個潮州八一會館嘅一啲點講呢個紀念腔，再去睇成個大嘅即係新加坡嘅政府嘅政策下面咧，我哋就可以明白到啦，我哋點樣可以通過一啲公共嘅記錄啦，呢個紀念刊10年一次嘅紀念刊啦，喺出面嘅人喺唔同嘅時候，點樣係對原鄉嘅有一個集體嘅歷史記憶啦，
而呢個集體嘅歷史記憶，我唔係講緊個人啊，所以呢個同僑批係唔同嘅，係點樣同當地嘅政府嘅國家政策嘅語言政策嘅族群政策係有關嘅啊。所以當我哋要去考慮喺出面嘅人同即係佢哋家鄉嘅關係嘅時候啦，我哋要去明白到啦，就係我哋唔單止係要去明白我係潮州人，我係中國人嘅問題，我哋亦都要去明白呢啲人而家唔係住喺中國嘅，佢哋喺佢哋生活嘅國家入面咧，佢哋要去生活得比較好，所以佢哋需要係塑造另一種身份嚟幫佢哋建立出嚟。所以啦，我要所以翻去，即係因為我哋開始就係鄭教授話，我哋要講呢個阿摩嘅情書咁啊，所以即係我要去明白啦，就係話，當我哋去睇呢啲即係外面嘅人嘅僑腔啊等等咧，其實我哋究竟希望出面嘅人，我哋希望了解出面嘅人係點樣記得佢哋嘅鄉下，點樣記得佢哋嘅國家咧？而呢一種記憶咧，其實係一路變緊。即係如果我哋睇個即係60年嘅紀念刊啦，我哋見到係一路變緊。而對佢哋家鄉嘅一個聯繫，對祖國嘅聯繫啦，我哋亦都見到係不斷咁改變。所以而呢一個不斷嘅改變咧，同埋即係出咗去嘅人，究竟係第一代嘅人同第二三代嘅人，其實係好唔同嘅。第一代嘅人可以好懷舊。但係咧，第二三代嘅人咧係好，其實對家鄉好想像。我做嘅研究嘅地方啦，其實咧係30年代之後啦，佢哋就唔翻去啦，喺泰國嗰邊。咁我最先去做即係田野調查嘅時候，喺1990年開始去到條村度咯。咁當地嘅人咧，佢哋話佢哋派過5次嘅幹部去泰國、去新加坡，希望佢哋翻嚟啦，就係即係可以即係捐啲錢，即係點啊？起學校點點啊！但係咧，佢哋一路都拒絕翻嚟。咁就去到大概94、95年嘅時候啦，佢哋就好開心咁同我講話，哇！佢哋呢家人終於咧愛國愛鄉啦，因為佢哋起間學校啦，捐咗80萬港幣翻嚟咁。咁後面係有啲原因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去諗嘅就係話咧，佢哋由1930年代去到呢個1990年代，其實佢哋同家鄉係斷咗個關係，佢哋亦都唔願意翻嚟嚇。點解咧？就係即係大家可以去諗，佢哋嘅家人好多咯，就係喺土改文革嘅時候被批鬥，我做咩要翻嚟？但係我同樣認識一個喺佢哋家鄉，大概同啱我哋情書嗰個人差唔多嘅時候，係戰後去泰國嘅，亦都發跡嘅。咁我當時候訪問佢嘅時候咧，我做咗個好長嘅錄音啊，咁佢係講到喊嘅，咁佢亦都好多謝即係去鄉下嘅人，所以佢改革開放之後咧，每年過年佢都翻嚟，都會俾錢，即係佢啲鄰居，就係點解咧？就係話佢多謝鄰居，就係因為佢啲鄰居喺土改文革嘅時候啦，就係幫佢媽媽，即係因為佢媽媽係啲華僑地主啊嘛，咁就係即係俾嘢佢食，所以佢係好感恩咁樣。所以我哋睇到同樣係喺泰國，同樣兩個當時候啦，兩個都有幾億身家嘅人，佢哋係對鄉村啦，對佢哋嘅家鄉係有兩個唔同嘅做法嘅嚇。
咁點解咧？就係同佢哋嘅整個嘅歷史背景係有關係咯。咁亦都同係咪第一代出去嘅人係有關啊。所以而家即係譬如我做個家族啦，而家喺泰國已經係第六七代啊。咁佢哋英文講得好好，即係新後生嗰啲咯。咁潮州話可能同我差唔多嘅，咁啊，但係第一代出去嘅人就唔同噶嘛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啲出咗去嘅人？究竟佢哋講緊佢哋嘅家鄉係邊度咧？嚇，而佢哋講嘅家鄉呢樣嘢啦，對佢哋出咗去嘅人究竟有咩作用咧？嚇，有咩作用呢？所以呢個就係佢哋點解要我睇到喺新加坡嘅潮州人嘅即係好強調嘅文化潮州嘅一種做法啦，咁樣嚇。咁我冇睇呢套戲啦，咁就但係咧。新加坡嘅報紙，我差唔多每日都睇嘅，就差唔多日日都有關於呢套戲嘅一啲報導咁。咁當然有好多嘅講法，有啲又講話係一個統戰啦。然後最近咧就係講緊呢個就係方言嘅問題啦，即係究竟可唔可以用潮州話啦咁就，所以我哋見到即使係同樣一套戲啦，係嗰個咁短時候嗰個社會嘅一個討論啦，都一路變緊。所以我哋去睇，即係出咗去嘅人同佢哋家鄉、佢哋祖先嘅家鄉嘅聯繫啦。其實我哋要明一樣嘢咯，呢個亦都係我希望今日可以傳達到嘅信息，就係其實係一路變，一路變啊咁樣。咁我哋要明白呢個變啦，我哋一定要睇到一個大嘅宏觀環境究竟係點。係講得長咗，係多謝大家。